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吗？太假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主持人阿忠古，又到嚟安尼老後生人打最久嘅時節咯。大家有說安尼嘅經驗冇？啲貨卡阿妹喺唔去市場買一罐頭呢，結果咧行到市場超級市場嘅門口就想，我到底我係買嘅頭呢，一係牛呢，一係其他物件呢？結果因為唔記得物件都買張貨卡要本阿妹嘛，大家唔嘅係買頭呢咩？有安尼事情發生冇？兩行人吼，你壓力動態，成日要落。基材唔好係當接上發生嘅事情啦。咁樣你邀請到6個後生人老大家向下來討論一下，到底係真正嘅基材唔好，也係人嘅頭腦地步有一隻動態嘅會，會讓人家基材仲較貼落去咧，仲上來分享。首先老大家邀請到係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2萬歐白冰，加上潛到2萬嘅子怡。古時候你就會講嚟講到歐白冰東西，古時候你就會問啊，兩下都帶冰到那片。真嘅。結果自家還帶到義工團吼。冇，結果真嘅唔見睇咧。咁就單純嘅基材唔好。係。OK，天氣早啦，家小幾度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希望當然有基材嘅李家家。當然都當然有基材，古時候也係冇基材。冇，我希望當然有基材，希望啦。當然嘅願望都係有基材，當然嘅願望有基材。平常時多帶基材都唔好，係冇。係都唔好。等下你嚟分享下，等下結果唔記得，因為基材唔好。等下結果唔記得，結果講乜嘅？天三十六嘅時候記到係回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攞透露有關係嘅事情，是會當中唔記得嘅回見。哦，很好誒。不過等下，你等下用咪拖兩回，因為唔記得。鹹唔記得。鹹唔記得，見到6人。真是應該見面鹹唔記得第3步來。好，我煩到，全部人時差嚟，試到太路行就唔記得，啱有東西冇拿到係冇。係。係，見面就算未用按用鍵，喺度下了，結果3唔記得，啱爆風冇煩到。給你抽鴉片，冇錯，見面嗌到可以抽邊嘅，給阿志來主持。好啦。你知道啦，受計到就係白鴿。大家好，我名係。唔記得。我係撞白票啦。我係大白號主持嘅時節，明明係合作過的廠商，不過我是想出來嘅名係馬計嘅白票。你是都得懂廠咧，你就得廠商。一接上會發現，韓國啦，用人當面面讓人上正門嘅時節，阿中股東叫我看到。冇要緊啊！呢係馬莎，先我佢係馬莎。係一時候我係朋友係冇。都尷尬，為咗按用年輕喎。不過還有哪啲嘅情況底下繼續來分享嗬？天澤啦嚇，小幾度係小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係當隻本警察開單嘅，又唔記得獻啦，又話這個罰錢，又唔記得獻啦。驗車案嚟嘅小鳳，坐起來，你件事情都睇啲嘛？係啊，幾啲啊？我上海老爺講啊，我又唔記得。結果最尾肯係出到自家先行，問題係呢自家。記得記出唔好，結果嘅罰單冇去納，結果見納見到。係啊，本來1千塊變2千塊，還要遲納罰金嘛。我上海人啊，本用國喺記得我注意，結果我咩唔記得用嘅老爺，唔記得我老爺講。錢是現在丟錢係啊，錢1,000多啊，錢動多。蒙頭你做得很 any 提醒，只要付我們一點那個手續費就好。佣金就抽嘅啦，冇咁少。黃董，這樣子我們可以多賺一點錢。沈夢安的黃董，謝謝。這邊老小嘅都係關權。大家好，我係錢包唔見鐵3公銀，後來啲變相潛到嘅公銀。好吧。我知道變相係一個神秘嘅素材，千多人東西唔見鐵，先看係乜嘅，唔係看自己嘅卡邦，係看變相。因為當家有按那個情況，因為檢機會過期啊。首先呢，我們睇自家私係，你接上唔係該東西要簽一個，比如講講你自己講，跟2萬唔見鐵，你叫唔見鐵想一簽，唔見鐵。都在去那邊簽3年，簽唔到，結果殺啲7個上到嘅素材去簽到，有按嘅情況發生嘛？阿志，我就真人家講2萬唔見鐵，因為你2萬要動到嘛。嗰時你有啲些可能招順就掛了2萬，掛到按不到，你講就動添啲嘛。你講動添了後，人嘅按不到，可能限出嘅5倍，我就壓下來咧。然後了後我就變到我嘅退第1倍度，卡邦第1倍度。後來有一班我就會請2萬，2萬都請唔到，我金錢都請唔到。
後來呢，我整理卡棒嘅時，因為你細妹人每加上揾卡棒，整理嘅時，才發現哦，原來第一在卡棒底背度嘅內袋。唔過呢，我真係清叫哦，為嘛講我俾我內袋？因為我驚我嘅耳環會俾人咬到啊，係壓到會壞踢，冇唔錯。唔過真係有耳環就哎呦唔見踢，我有隻耳環真係就唔見踢咧。可能坦白去請他變相。可能迄幾隻卡棒嘅工作前面。迄幾條之後是大概出嘅烏卡都有掛耳環啊。你講矮啊？你講矮啊？矮你係變態。不過可能係因為係自己帶過嘅耳環。轉去皮裙啊！哎，你講要吃有去潛過唔見嘅東西，潛幾百年都潛唔到，結果係冇上到嘅地方去潛到嘅。有接送發生一樣嘅事情，唔過我最記得一樣嘅事情，就係有一擺我卡落全唔見睇，因為我接送攞一信用卡，變到伊嘅錢包底部，係全部都唔見睇，你都要幾麻煩喎，唔見睇就係去電機啊，電機唔見睇啊，去遠航啊，去郵局啊，喺度攞啲素材。唔過有一擺我就係去讓上夫嘅時間，我就看到也唔係我上擺買衫嘅台嘅咩？我就看一下，底部都係有乜嘅，就有我全部嘅信用卡嘅錢包出啲嘅位，唔過我張嘟去電機聽，啲卡要重新嚟翻過，唔錯。我講我收到麻煩。張波唔見睇，係，當去備案，唔見睇咧，結果全部要重辦。冇唔錯。不過我差要簽到啊。簽到咪冇用，因為你簽到唔係。係，全部電機嘅啊。冇啦，我嘅意思係講好彩要簽到。嗰陣記者留下來紀念，冇想去紀念，冇想去紀念，因為佢打銅鑼啊，因為打銅鑼。冇用嘅呀，我要裝埋啲玩具卡，係唔係啦？對啊，通時間，因為你就覺得說多此一舉，結果都哈真正只有李家可以超越李家。嘅關鍵呢，頭擺唔記得買嘅東西。哦，頭擺要去個動物園啊，我要帶個熱頭木匠啊。哦，太陽木匠啊。因為熱頭清辣，哦，你搞個時節啦，我就用熱頭要當。哦，後來呢，我一直簽唔到，然後朋友就問我講，你要簽乜嘅？簽個熱頭木匠嘅，大家就人仰馬翻啦，就係啊，後來就聽人嘅叫我當。我故事那個廣片的動場哦，有一擺吼，因為手機係生活必需品，你每一分每一秒就會納到收紅哦，所以有一擺哦，想講，哎呦。那手機唔見睇咧，有乜嘢？我心裡很着急啊！喺我孫睇我嘅朋友窮下，大家都窮下落去簽啊！唔過咧，結果我想打電話本來電話啊，哎呦，我嘅電話冇可以精通啊，冇可以上映啊，結果簽到差唔多1點鐘2點鐘，哦，我自己握着，哎呦，多難打啊都，我手機又多難打啊，哎呦，跟住自己動聲咧。結果咧，朋友未讓我強龍全冇看到，大家強龍冇看到。係啊，奇怪呢哦。古所謂真係有一些魔力，可能係太用你摸上不應。你用嚟就看唔到就錯嘅，用嚟就看唔到。有一種神奇嘅力量，佢炸人機哈，唔過咧簽到手機唔單止白夾，回去呢頭擺咪有手機嘅簽到嘅狀況。係，因為佢唔見太當過，其實應該準備就是買過新電話，然後也要那一張卡片準備要掛失咧，是充信信搶購咧，結果是過1禮拜。之前我當白camp公司找電話是會打電話嘛，結果我個電話咪係冇，因為一張禮拜其實冇響咧，可能冇填咧，漢堡妹我係到屁股地圖簽到。屁股地圖係啊，一到千人簽嘅地方。係因為偏向去摸雜屁嘅。唔係，我係因為屁雜，唔係，我係折得太整齊，我都冇去聽統計。哦，冇改啊！我有兩亮屁呀，所以兩個完全冇聽統計呀。古說，這是在講說自己是好女人的意思。哦，好，歡迎啊，掌聲鼓勵。因為我剛才就講到，你係簽東西嘅時候，要從頭用英哦，簽到東西嘅時候，我提一下去看乜嘅看變相，係王小鳳嘅。哦，我嗰陣時係大家有看電視前嘅遙控器嘅經驗。我嗰陣時咧，係可能看電視有去冰箱拿東西食好以後，我就不用轉去冰箱，然後轉來以後，奇怪，我遙控器啊，我就蠻耐錢咯，我冇要識搞遙控器，我就要問湯圓講，要拿遙控器冇？一舊嘅玩具店咩？啊，新年嘅玩具之後就一桶一桶嘅，你冇？桶，然後佢全部倒出來，看以後全部錢冇，最後我不用啲
便上讲，你这个便的啦，红豆啦，还有寿司啊，去那边便利商店给唔要油台的，嘿，就到南国的，嗰个寿司变到个地步，出只便都便上去。係咯，人可能貴婦抗印度有呢個問題。我覺得小湯圓也是被這種出身的。我嗌老鳳太太影響到嘅。韓白慶到西班牙時先大概，西班牙要出嘛？大概佢就變上門看啦。咁我講啊，真係講實，咁我呢下嘅觀眾朋友先講下，咁就平常時兩種窗頭，唔記得到，唔記得是呢種狀況要半年遲到，成班都要操心乜嘅麻煩咯。等下將來繼續到台子家打嘴鼓了。寿司、素雞、韓國錢包，壽司、素雞、錢包，壽司、素雞、錢包，壽司、素雞、錢包，共300，共300。看到路人我跳嘅東西哦。手機、鑰匙、包包、錢包，有賣呀，隻貼紙，你都得去買。我做得吼，你做得集中間嘅門見風門檔，係見風嘅門檔，係像福州像福州。但是你約單是可以木標然後充電線。哦，那你就再加2項啊。哦，你就貼10個嘛，就是把你的房間都貼滿啲嘛。你可能要全部都搭誒。嗌家自己都壓不開，嗌乜強寫路，你要按到不高，你乜嘅意思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工嘅節目現場，假使本太就分享下，即個潛東西潛東橋，結果啥啲即個冇想到嘅地方去潛到。唔過你會想下，你接上安尼唔記得到，唔記得是呢種嘅技術當唔好嘅情況，會為你嘅生活地度帶來乜嘅麻煩？因為你知道，冇啥啊，就你呀還沒還好好，還會跳起啊去當好啊，有會知道有麻煩冇嘅理解？知道當麻煩，因為係當年嘅上映嘅夢，就希望唉。拜託，我經驗較有基材到嘅。我知道也無基材，竟然變做我嘅習慣咧。比方講，我出門嘅時間，我視察啊去歐多拜嘅時間，就無記得帶壽司，因為去留到哪一擺。也係呢，我出門嘅時間啦，去高考啊，我拿木匠，搶帶定下木匠盒嘅。有冇得到木匠？地位都冇木匠，你知冇？也係呢，黑天天，係黑天天。也係呢，我數幾某天嘅時間吼，我要帶個行動充哦，唔過有冇帶到先。不錯，我當然都會本來去甲騙死，不過其實每次都，唉，算了，還做得啦，先發揮起就好。那還有基礎就沒理解咧。嗰時理解咧，它有鋪數，你知冇？底下有一個口訣，你知冇？有就係壽司、素雞、韓國錢包，壽司、素雞、錢包，壽司、素雞、錢包，壽司、素雞、錢包，共300，共300。看到路人我會跳嘅東西係嗎？出門會記得帶定嘅。手機、鑰匙、包包、錢包，有賣呀，隻貼紙，你都得去買。我做得吼，你做得集中間嘅門見風門檔。像福州相用，像福州，像福州。但是你接待就可以木標然後充電線。哦，那你就再加2項啊。你就貼10個嘛，就是把你的房間都貼滿啲嘛。你可能要全部都搭。嗌家自己都壓不開，嗌乜強寫路，你要按到不高，你乜嘅意思？咁咧就苦解感覺嗬。回傾啊咧，你知道那個唔記得接上聽唔聽東西咧講技巧嗬。咪係東洋熊嗌啊，從比如講，我倆下倆件事情做，我做乜嘅，我唔記得咧，我就倒帶。你要 replay 係，我就倒帶。就是你會對自己說，哎，請看完播。看到啦，我要回到上一個動作，莫是上一件事情。哎，你這個作弊嗎？這樣子，回到上一動，你嘅作弊，來回到上一動。應該係黑啲複卡吧？那黑啲都不懂奇怪。同樣倒帶是係咧，係啊。古裝正經會倒帶係嘛？正經係倒帶，我就上嚟起來啊。唔講白強，而生活地度有。我感覺回見這個動電影下，因為我媽媽吼，每日講過吼，假設因為東西唔見睇嘅時之後，她最常讓人講嘅一句話是在講，來你想想看，你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在哪裡？真嘅有唔記得啦。哦，是魔法度啦，那你就算了吧，念音聲係冇。一係念音聲。然後分享一下，我嘅故事係講吼，其實我對透露嘅事情做主持嘅事情哦。我冇乜嘅健忘的記憶超人嘛，嘿，你講你自己係記憶超人，終於發現到咧。好啦，差唔多是3張嘅之內嘅主持嘅法通啊，然後大內道啊，還有事件啊，還有內容啊，嘛嘅等等嘅資訊吼，來全副記得，他就嚟背出來俾大家睇。張麥強，你一下，對，唔該你錯胖誒。
根本按講記出唔好嘅事情呢，唔係講記出好嘅事情。反正我領錢了，這樣。不過前幾日個張百強已經做記出，即係我就覺得因為動靜嘅嘢，佢唔講嘅記出唔啲發到那篇，當然記到了都當到其他人唔會注意背數嘅，有可能小聰明嘅感覺哦。係阿勇嘅結果哦。哎，你是小聰明，不過小聰明沒走的考上政大，很棒呢。哎呀，本意就fucking多咧。他真的很希望大家按那記，都本意撲數嘅，本給他拍。謝夢。不過吼，到鹽水台嘅時節吼，你到下回吼又談過一個話，就一款態度就昂三面。你咁要安用型嘅情況，你採衝嘛，而家係要款個態度，而家係自家不用要款個態度，咁正經一款態度，正經話乜嘅東西全表態，全唔記得。吃到記吹真是多少有洋相啦。一定要哈，就嗰個後提上。因為從開始為當明顯嘅是同一件事情，我為撈雙胞頭下講動到到。梗係亞台上會發生嘅事情。亞坡停，唔係亞台，亞坡。亞台就係有面嘅。講啦，他雙胞只會講，你已經講很多次了。係啊，所以我知道好明顯嘅，淨係記吹會好。記唔起唔記得係戇戇啷啷啦。係啊，唔多都係喺按內一喺小年。都有啦，都有。不過真件吼，當我我知道駕駛機架係4年的時間哈，我知道媽媽你好煩，你剛剛才講過我們明天8點要出門，你下有冇嗌幾多點要出門？剛唔係講8點咩？啊，你會知道，你會知道，你媽媽用嗌弄弄，其實係真經係會唔記得，真經會唔記得哈。嘅，小鳳也不用跳擺，有時候要寬等嘅扮演嘅時間，咁有按嘅情況。哦，佢真件當厲害，而我係大魔王點啊？佢大擺後，假使有乜嘅事情我人嚟講，我絕對做唔得攞佢打團。我做唔得插嘴唔點啊？而家所人係講嗬，不過我有乜嘅當緊重嘅事情，我就做唔得插嘴。嗬，佢做下做啲東西貨動難，係咪做唔得插嘴？因為我再一講，等一下，我先人講乜嘅，佢發條就講，哎呦，我家講乜嘅，我唔記得嚟啦，唔當煩咧，都冇打團嚟咯。係啊，不打敗咗安尼，啊佢想唔起來，後尾發現，形容嘅就想唔起來。正經，見到呢個咩差唔多，帶5了，反覆佢帶5了。下了以後發現到我騎奧多拜，冇帶安全帽，叫做拿掉奧多拜嘅鎖匙，送去拿安全帽。下來以後，鎖匙咧，不開鎖匙又唔記得拿上來，送去全部都拿到了。下來以後發現到我買乜嘅？我錢包冇拿到，好快咧。那你們家門口也要貼那個手機嘅肩膀啊，手機。我講你係嫌5了唔拉高係冇啊？辦到7了已。其實佢有認同誒，正經吼按樣顯哦，機會少。佢可能你將嘢就少10公斤嘅，當好。不過撒下來不能太在來回想一下，可是這樣大家會記得嗎？因為叫大家回憶一下，回想一下20年做過最惡霸嘅，唔記得老重要嘅事情，添病體係哪件事情？大家還記得嗎？你還記得？盡量上啦，盡量嘅。自己先來分享下，你知道？因為我記出兩片最好，故說我先講。沒有，冇有好咧啦。你講唔記記出來最唔好，故說你要先講。好啦，我先講啊，等下就唔記得。唔記得。冇打斷，因為我要擺真嘅清我吧，大家要做表演嘅人都知吼，就係我唔記得我去排練咧。唔記得去排練啦。懂意思啊？我不能動啊咧。我完全冇按用過，有一班我去我背教，我真係完全。去撩嘅事情。去撩嘅事，我真係完全唔記得我去排練，係撩到清聽哦。後來佢劇團嘅人就打電話俾我，說用辦事情，為嘛佢打俾我，我有啲緊張誒。你將來就打佢就講，你都來咧，我就說嚇。佢為嘛個愛問愛，當愛用愛，為嘛個愛情愛，我就有啲緊張。我啲我背啊，講今年去排練嘅，嚇，今年去排練有愛用嘅事情哦，兩個人都唔知咯。我就直接嚟講，我就老實講，我唔記得咧。佢就講封殺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佢就講下一版唔好記得，我就非常好，我下一版會記得，係咪？結果佢掛台，我就講，真用假啥？故說，你真係我係最歐巴嘅事。乜有可能係記唔記得？
真嘅，我就想，迄我真嘅唔記得冇，因為我平常都會記到我嘅行事曆當中啊。後來我去看我嘅行事曆，我真嘅冇記到，嗰個時候唔係我唔記得，係我冇記到。嗰時候你後門有希望，假是咁真嘅有兩件事情。有一件事情，不過我係冇記到，嗰時候唔係我記出來冇好，那係我記出來冇好，就係我要寫下來，唔講我冇記，我冇記到。冇，你等下，不要再繞口令。老師，你有天就寫下來吼，那不是記憶的問題，那就是你看得到看唔到。嗰時候係我冇寫下來。我在講大概結殺量啊。有一些人想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耶。哎，你在講什麼結舌令啊？結殺量。就係按用啦，啲好。嗰時候漢白，你下書記嘅清風篇，新篇里，你就拿個書念下個書記嘅個熱字底背啊。我就書記冇記到啊。好，那我。俾你先係問題啦哦。唔講咧，你先講對哇。哦，猜你先講，唔過殺下來了3年吼，我真見吼，佢去傳到夾把夾咩？冇，我知道我行較好好，冇比佢嚟講嘅話，嘿。我立家哈，你知道哈，一日之望非3尺之寒，就是哈有熱愛哈，就是傳到你，嘿，你記出唔好嘅事情，規部抗議嘅記出就當唔好。真嘅，昨天我記出來唔好，我全部行嘢記出來都唔好，因為像頭擺些嘅時間吼，用去刮字，去刮字嘛，佢聲音嘅東西啊，當然係太年來準備嘛，我聲音唔可以去插件嘛吼。唔過啊，去到刮字嘅素材以後啊，冇想到啊，你嘅聲音，拜拜嘅東西，拜拜嘅東西喺那邊哦，就冇帶到咧。還不用到副卡，不用到副卡，不用到做下嘅味，還可當然刮子嘅時間都會蠻多哦，今日係喺最早多，有時候呢，用辦去拜拜，就拜拜按用拜就好啊。冇去呢，冇去呢，見笑冇帶到聲已經見出去了啦吼，真正出去了，叫做見你就講好咧，阿公婆嚟老人家噶，今年某一班人都副卡拜咗對冇？係先嗌嘅阿公婆啦，阿公婆就都係嚴重啊，真係當歐巴呢？就唔記得啦，係嗰種藝師都也唔係藝問題，係藝不行業問題，係，就係爸爸傳本人嘅問題哦，這是會遺傳嘅，阿公婆怪是傳嘅，怪是阿公婆怪是傳。阿婆們唔會在人定做嘛嘅，因為他們也是這樣啊。今年有幾個人說啊，今年係乜嘅嘢的？你唔記得有兩個嘛？你哎呀，阿冠權，剛一開始就講到人變相，係一個很奇妙的地方，當神秘的地方，都在那一條嘅東西會變到變相度咧。就係個錢包啊，有冇？個錢包我簽3公年咧，都簽冇。嗰時候我依個警察局有冇？哦，去個報案，因為個身份證我去換啊，還有個健保卡、ATM 卡，嗰時候我冇法度領錢啊，我就老陪你加錢，哦。加錢到啦，有辦冇？辦意思嘅，哦過來咧，哦，過來我就做起副卡，我就親壓，我想講去便所拿飲料飲，我打開來，你看到結束嘞，你咪平平球咧哦，你太久沒開冰箱，不用200吧，差不多有200。因為不用冷通啦。兩東區啊。我哋看唔好錢，一般來講拿飲料會開冷藏啊，你不用冷凍嘅很看唔好錢。假設係寒天，佢拿難清，因為冷天的時間，佢拿寒得去大塊來冷凍。哎呦，你真見哦，當體怪哈！觀眾朋友，你下面想下，你都平常時，還有去詳細想下，頭擺到了下做個最歐巴，唔記得動，唔記得時嘅事情，韓國人嘅生活態度，加上大唔見睇咧，係哪條東西？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分享了。其實我感覺吼，小鳳過嘅票準是講吼，自家嘅事情吼做得唔簡單啦，唔過吼幾半樣嘅事情哦，懂得咯，你係要半樣哦，係啲哦，係啊，你未啲，你還記得你有家買啊冇？有哦，有啦，還有那種差不多儲存它不用到小版版，那個圖檔大概5GB 啦。哎，你記得你有誤朋友冇？難冇我夜都太貴。題材唔好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加專門伴大家來分享下自己做過那條親歐巴唔見動唔見貼時嘅事情，尤其係阿自己自己唔記得會排練呢件事情咯。不過接下來請大家下冊呢生意最接送大
唔健體嘅東西，比如講有人係炸嘅，有人係水管嘅，有人係筆，有人係錢包，就會接送大唔健體2年、3年，還增添一堆事情，請大家下後就變過來看一下。你看下睇到都那度啊，有炸嘅，有水筆嘅，有筆。有乾嘅，有炸嘅，香菇嘅，幾萬嘅護唇膏，護唇膏，護唇，嘿，果，咩護唇帶哦，有護唇滴，護唇膏，護唇膏，好，兩片 ，OK，兩片係咪炸水管啊？邊？梗係炸固爽正經嗬，要你嗬炸可能嗬，願意就唔見睇3季嗬，炸下來我們一個一個來問下，問一下理解嗬，其他人都係先不用下來嗬。我就迄炸的水還有筆，水管的啦，水管的吼，一炸的吼，做得停啊1年嘅炸的，算係動厲害嘅。不過壓炸的假使都壓成行有超過1年，就係動槍、動髒的，就會變成炸得勁嘅。炸得勁，古時候的經驗有點炸得勁，又秀臉哦。哦，迄個殺下來就係水管的還有筆，因為大概注詞發通嘅時間要用風聽才會拿出來嘛吼。唔過啊。結束了後，發通結束了後，我大概都唔記得拿走。嘿，不過溜到提改到猥瑣。冇錯，一個猥瑣有可能係啲上當啊，動業嘅素材。係啊，你自己係拿唔進來唔掂嘛。古時候一水管嘅含筆啊，最重要嘅係個愛買嘅東西吼，大家都要明嘅。比如講一水管嘅係咖啡色啊，就是含幾個小卡；一水管係用5嘅，啊，就含幾5嘅。你比方講愛用，古時候一條啲東西都對我來講係有感情嘅。冇啊，你總記得不用弄幾片啊。你起到人家嘅感情好像很薄弱，人家感情都唔好呢，你就那個青菜條。加聲音嘅啊，小家你不用貼幾片啦。小家他唔記得咧，所以其實小卡就用。你很像糖果屋的父母呢。從條唔見睇男友感情，這個感情非常不好，你就是左手撈佢，上嚟撈佢調睇。誒，做乜下嘅時節見到唔見睇，我會所動感酷1年咧。1年。藝康唔係1年，藝康係結伴做天天。我想買新嘅啦。誒，你㗎，今年有試過買較貴嘅，我較充實。有，真件話後面就會買較貴嘅筆，也係水管嘅。結果咧，有效冇？有效，有1年啊，有到1年以上哦，繼續喊做的。古時候4年做得要1年啦。哦。古時候都假設嗬，1年，有超過1年嗬，有1年保護期嘛，1年保護期一過睇，哦，完全唔記得點樣個嗌類係冇。回傾啊，你加下係乜計？我係炸到水壺啊，所以炸到水壺我是會1,000買1,000買1,000買。係。韓國我係到還有2項東西賣，我記自家會簽5件睇。應該什麼都有經驗，就係小黑夾子咯，偷偷拿冇個小黑夾。明啊，唔明愛聽。就會拿來演意思嘅嗰陣。最糊糊嘅細夾嘅頭髮夾條拿冇嘅，同細蚊用錢多。係，其實我簽5件睇，還沒唔知為什麼。我知道嗬，呢2位嗬，而家撈嘅回傾啊，所以注意一下團體，按照摩羯菜姊妹花。好，走對。摩羯菜姊妹花。我理解，我唔記，點解我唔記得你根本係做乜雞咧？做節目。我都結束嘅，人家同學來出夜時間，可是你們會不會忘記跟人家拿錢呐？拿酬勞，要窮抄過了。OK，八戒做乜嘅護唇膏？護唇膏因為吼做發通啊，也係主持嘅時間吼，譬如看到吼，主持應該主要假設照啊，不然講，哦喲，你這個人細節沒有顧好，所以我護唇膏情況係凍到，不過咧。護唇膏係凍色嘅凍死啊，始終會唔健體，所以我嘅改善嘅方式咯，就係買凍豆護唇膏，差不多強溶嘅哦，10條，冇8人條哦，8人條你今天我大家都看到買1送1嘅時間吼，你買它架上有幾個啪，全部今天哦。因為買1送1啊，呢是附一辦嘅簽數咧。用把冇接呀葉片哦。冇，我冇講出來，我用乜計嗬？哦，等下攞大家講。好啦，重點係講嗬，大概買很多嘅護唇膏嗬，這樣應該嗬，護唇膏大概嘅卡邦地圖嗬，全為油啊，咁個咧用體以後咧，5件體不用轉去。哦，就千萬安用。結果你又出去嘅時啊，等下看下見咩卡邦地啊，
冇大刀，我卡杜嘅冇標準咧，故所眼皮有去嘅藥妝店，眼皮就個買兩條。最後嘅事情係講吼，到我下嘅時節哦，時常做啲簽到係，哎呦，喺兩點就撫順掉嘅。Hello， 你係乜嘅東西？你係將副台啲度撩出來，呢200 kg 都乜嘢感覺？係按用英感覺。不過真嘅嗱，講到嚇基礎唔好咧，係當然啊，健康壓力動態，講透露要麻煩嘛，要按到事情，可能咪唔記得到，唔記得時得動接上看到。不過上下嘅問題就係，你要為到呢一件事情，想到去改善嘅方法麼？要可以去改善佢麼？阿志。我完全冇想去改善啊，因為睇起來一下我頭腦最好、最聰明。好嘞，謝謝。好，跟住多謝離開咧。多離開咧，好唔好？真嘅要問我，因為我講我嘅基礎唔好，唔係啲非常重要嘅事情。那係非常重要嘅事情，我就會記到我嘅日子當好。故所那係真嘅愛記得嘅事情，我一定會記得。像乜嘅重要嘅文件，我可能初半夜暗部頭，我就會去檢查。先已暗部就先準備好先。係，我就會準備好先，係確定哦呢一片全部有帶到，像今日一樣嘅東西啊、劇本啊，全部都準備好先。佢前面做嘅動畫，譬如講今日人嘅劇本啊，啊。籌本嘅時節就講啊，影印機快啲嚟用辦，124。對，趙宣條動作嘅時節就打擾7嘅店員，係冇？冇咁多，大家都要看到，你 IG 都要 po。我當用心去準備，故所我唔試過，係我聽好咧。好，那個廢話不用講。中獎鼓勵。好啦，跟住你有想講改善這個基礎唔好呢件事情？哦，有啊，我卡啲位度啊，有個 BB 卡啊，有 B，然後這樣子就出去，哦，這樣做嚟啲啦，有人咧出去啊，冇帶到咧，啊，應該係，應該係，就 BB 出來請房東，你就自己這樣 BB， 你老咗係乜嘅？芝麻開門係冇？要請房東來處理啊，後來呢要買個掛鈎有冇？掛到門當哦，該 BB 卡就掛點，咁樣就解決這個問題。我愛啲咧啦，哈。安排好所有嘅觀眾朋友點嘛？嘅阿關權嗬，夾副卡嘅鎖匙然後 BB 可以掛到家門健康嗬。大家嗬做得起夾副卡嘅事情就點？偷東西。我想喺咩沙記就去偷一下。唔過小鳳咧，想喺改善門知道，你嘅基礎唔好呢件事情。我知道，我老自己沒強用啦，有啲事情係想用嘅就記得啦，啊有啲事情唔記得。就不用水流啊！就算咧。嗰是因為，嗱可能知道冇，嗰是因為我咩唔記，我唔記得，反正就。因為唔記得，故所唔記得。就不易過啊！唔好我知道就按嚟啊。其實我感覺吼，小鳳哥嘅標準是講吼，自家嘅事情吼做得唔簡單啦，唔過吼佢半樣嘅事情哦，做唔得咯。我要半樣哦，我啲哦，係啲。你還記得你有家買啊嗎？有哦，有了，這條都差不多儲存它，不用到小版、細版，那個圖檔大概5GB 啦。你記得你有5朋友冇？難冇，基礎唔好。我做基礎挺好嘅人嗬，我動痛苦啲嘛，好嘅快全部記得，我做上岸咧，係唔記得就標記起。係，反正我咩唔掂啊，就 let it go 就好啦。let it go，本機器，本機器。係，真嘅8天，8天要在動好嘅方法嘅提供本題之間。咩方法？好嘅方法用辦去，比較講係做事情嘅時，用辦先做事情之前，係先做乜嘅事情，就比較講應該做事情之前。其實係叫中途誒，有冇意？係啊，你睇唔到，嗌老太嗰個，夾媽媽動好，夾媽媽從細教佢教到動，佢做事情之前，係先做事情。你媽真唔記得係嗎？其實一個動作啦，它還在吸收當中，我那個大腦它還在宕機當中。如果每個基礎唔好嘅，我爸媽媽讓人講乜嘅？你食時節要拿半副嘅時節去食。半副嘅，你話我食時節真係始終唔記得東西哦，所以我媽媽教我一種動好嘅方法，即係講哦，大概學期啦，每個學期咩講哦攪拌費嘛，啊攪拌費啊，讀到嘅線上係唔見睇東西嘅應啊，所以其實教人講，大班因為攪拌費嘅時節，我講一小課本性上堂，比如講有一天小菜走在路上，啊他就被端走了。
哎，搅拌水给需要哦，身上什么吉他哦，因为讲两个小扣安用小菜，所以后来假死吼，身上情景哦，莫打勾勾，我讲哎。你莫搞搅拌水，你是讲小菜嘞？嘿，有讲小菜的故事哦，你记得吗？对，就是你就讲小扣，所以你就搅拌水，哎呦，所以用笑话来连接。俺想讲嘅线上讲水母还系记得小菜故事，完全唔记得你有搅拌。自己的小菜都记得这位。佢水母常记得，因为只小菜行到路行不容易掉走咧，就按用去摸咧，还系冇记得你有搅过拌水。哦，你係唔好嘅方，唔好，你喺線上面唔好，你喺線上。不過白看安尼做係動好嘅原因是嚟講，你可能會借由 B 去聯想到哦，其實我 A 做過，因為我有 B 有做過記號咧，係唔係？不過你講唔知道人身邊嘅人，可能安尼記出來都唔好，很勇敢噻。係喲，因為我唱嘅啲學校嘅時間吼，我有啲同學人會向下帶，其實你講起嚟，咱我一隻太腦。用辦講咧，因為那一條嘅事情係全部嘅事情，佢都會讓人記好好嘅。比方講，我啲東西不用到那邊啊，佢就講，啲東西我記得帶哦，一見本嘅啊，數碼嘅課，要記得帶哦，佢都會提醒人啲嘛。至於從有其他答成嘅就係，我打敗啊買東西啊，我就講，記得哦，我不用那邊哦，就哦，走地。我有擺就唔記得，唔記得我東西不用那邊嘛，佢就哦，就係啲嘅檢縫那一隻古嘢啊，古數佢走地講係我那我一隻太腦。幾日必數？秘書，秘書哦，秘書，你想講秘書進係冇？你有冇個 A 好冷秘書？好，請見。古數每次都記真記係東大下班用辦公。是都唔係機動搭線，佢根本落去準做係使用人、公器人、使用人來用。佢根本係人嘅行。小姐做太久了，你就會來春香。好了，好了，這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接下去。好，安尼哦，個觀眾朋友們想下吼，你這個嘅記出來唔好，呢件事情咁要當上當嚴重，結果才發現。本來老多自家當嚴重，結果人身邊嘅親戚好朋友呢個唔記出來嘅事情，並唔係那上當，都係有那條事情呢。等下真嚟記起來大家大嘴鼓了。像麵包啦、餅乾啦、吼乜個水果，最後平常咧，水包面會變到用嘅，會變成乾，過期，會硬，皺嘅，會凍硬，嘅麵包會變到凍硬，嘅水果一條。會變到像沙庫咁樣，脫水，會脫水，嘿，會冰箱會抽掉那個水分啊。嘿，我就打開佢最後咧，結果有一擺，第一步嘅事情，按摩嘅，柚子嘅，按摩不會變到變相，變到皺啊，用按摩。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嗬，家大家講到按到自家基礎都唔好嘅事情，唔過。一山還有一山高，一人還有一人強，哈！結果才發現，這個身邊嘅人，哈，叫做親戚好朋友，比這個還那強，還那上當，還那危險，係馬上老大家講一下好冇？白強，來，我要老大家講一下，我爸爸很脆果的故事。當脆果係冇？非常脆果，因為我爸爸係故意復刻吼。記出最唔好嘅，因為他又不是故意的，對不對？還是要被罵。故事講，我媽媽來講，有一擺去轉到復刻哦，哎呦，想講，因為吼燈火通明，還有吼，感覺吼凍冷哦，因為嗰條是係熱天啊，感覺凍冷哦，哇，想講係我爸爸哦，睇到轉去幫佢驚喜一下樣。結果咧，其實大概係風景樣子，爸爸唔到了麼？爸爸唔到了麼？結果咧就發現到，爸爸根本係走線條，唔記得有灌電啊，灌冷氣啊，全部唔記得。嘿哦，大家又不是唔知我媽媽嘅個性係嘛？哎呦，專業嘅爸爸，哎呦，慘死啊！跪算盤，跪算盤算乜計？嘿哦。爸爸要在冇，見來見去，我爹咧，爸爸個性是哎呦吼，咁樣幾時會嘅？故事吼，白強吼，假使記冇記出來，你係真嘅傳到人爸爸。那故事嘅老人講吼，小孩子也不會偷生啦，因為你就係冇記出來嘅人啊。應該係像我媽媽那邊的。今天吼，用片都是傳統經驗吼，人媽媽吼，真的原本是滿心期待，但係不愛講起就結果最尾，結果一個驚嚇係冇。
到底是长怎样？来，不是甜啊，甜了天来蓝黑毛，系唔系？给阿自己咧，人身边又按那个变喊他耸动的人。真给有眼刚刚姜还是老的辣，因为就鸡嘴唔好，个姜还是老的辣。真给，因为我朋友跟妈妈就加上唔記得去甲會做嘛個事情，像有就是你出去做個當啊，出去學堂的做個當行，你吃飯嘅時間，給你就講。唔對，我喺啲坐啲做嘅當行。等你當行吃飯，吃飯，你就講我拿跳油吼，佢就講我去拿，佢就放起來，去給做下啊，佢就行到做下就說我喺做嘛嘅，佢就上前叫我，我就說為嘛嘅阿姨係忙在，我就講阿姨你要拿跳油，最好衝，我要拿跳油，佢就拿跳油。結果那朵嘅副食，那朵算死。有一排你佢講我炸那個氣炸鍋的炸雞給你吃，懂我是我就好。佢將個氣炸鍋拿出來，還將個炸雞拿出來，開始打嘴個了，佢就開始整理個做行，我就想我咩排寫講阿姨我要食個炸雞，因為我看佢出個整理個做行，不過整理清久咧，我就講阿姨唔係講我用個炸雞，我講好，完全唔記得，大概就會體相當記得。每次都一樣件事情，真係阿妹可能話姜還是老的辣，辣台妹，辣台妹啊！唔講呢，因為講辣台妹咧，我媽媽真係非常嘅厲害，因為幾時間我咩聽我阿姊講嘅，我做一啲學校帶學生嘛，嗰時候我唔知一件事情，係我阿姊同我講嘅。幾時佢喺高中嘅時間嗬，要升學壓力很大嘛，壓力動態，我去補習嘛嗬，幾時間補習嘅日咧就怪過咧，我阿妹可能唔記得咧，就想講奇怪，根本日又冇補習。因為我阿姊冇賺啊，用點喎？想講係唔係本人作證咧？綁架了，因為嗰陣你冇咩嘅那個智慧型手機，係一般嘅數據點嘛。如果你細時節接上我有嘅蹦票啊，要打電話。呀，我有啲藝術好格非常高喎。係冇錯，行嗰幾時嘅數據嗬，你唔會從按壓下，當你都開定，會關機，我一時陣我哋打電話。嗰時候幾時阿姊嘅數據要關機，我阿妹見打電話，語音信箱啊，阿妹出動見總唔掂喎，加落去報警，說我啲聲音唔見聽，唔知喺哪邊嚟啦，用架啥啦，去報警唔掂喎，不過嗰個差唔多1分鐘，門鈴響咧，冇想到係我阿姊進來咧，嗰時候我媽媽就夾嚟取消報案。結果人家知道帶去哪杯？去補習啊！冇啲大家都講我愛記真好，結果人家做媽媽已經會記得，你記得自家寫我嘅法通，結果喺你報案，你遲到了就歐巴麼？你自家會發生呢件事嗎？我當機前面話按用哦，飛前面話按用。我當姜嘅變心止於挑戰講嘅姜還是老的辣，老姜因為成意，唔講嗬。唔講我知道。東埃波卡是雙寶比較好嚴重，所以姜還是嫩的辣。遺傳的啦，還是啲叫遺傳的啦。因為我撈雙寶，尤其是雙寶姐姐，所以雙寶人阿姐，我交代他2件事情以上，仍然是記得第1件事情。仍然哦，真係仍然哦，比如講我會聽佢以後搞嘛帶轉來，他可以忘1整個學期。哦，到結業式嘅時間。長那種來，結果那種人愛美唔記得。不過嗬，你係可能就用半天嘅阿妹，是用半天嘅妹兒，所以我係老姜。老姜就生出嫩姜嘛，像古時阿妹韓版啲看回見咧就啲姜妹韓版會變用半天嘅，去成意嗬。嘅阿講佢人家身邊有按嘅嘅技術，變嘅喊啊唔好，喊啊聳動嘅人嘛。有哦，有一個經紀人啊，佢個耳機啊，一張嘢唔見睇100。因為我手機買青島，迄叫送個耳機線啊，還就買本機啊，本機青島條呢，機還會唔見睇，真件千500，千條數。唔見到按固聽就一張嘢唔見睇。係啊，我等下聽到重點，佢一張嘢換100數機。有錢人嘅手財，有累積，有錢人嘅司機啊。我有累積起來啦，唔係一張嘢換100啦。佢嗌當希望夾接上位唔見睇錢，嗌就做對聽夾4倍名按嘅經驗錢。東風呢？手機嘅時候買蓋吼，跟阿講起，你我們缺手機嘅時間都在請幫助你一張。完全。等一下，短信哦，我們不要用紙紮的哦。唔得，我要真的哦。我說係用紙稿呀，用報社喂。
中自古应该冇啊，嘅阿小凤咧，哦有冇看那马上演最硬？家講嘅最厲害，當然係黃太太。係模仿係嘛？因為我當家我出去南部，哦，我走條路可能我3個4個鐘來轉，嗰時候我準備到食嘅東西，先準備好放啲冰箱。唔過啊，呢個黃太太咧，佢最厲害就係東西放到冰箱，佢就唔會再個打開。哦，係，佢好像存錢哦。佢都係真的存錢，佢冇存啊啲東西。嘅餅乾啊，打開來4百，食唔到嘅冰箱，跟住就印出啲冰箱嘅。嘿，最後啲冰箱麵包啦、餅乾啦、嚇乜嘅水果，最後冰箱咧最後面會變成樣嘅，會變成乾，過期，會硬，皺嘅，會凍硬，嘅麵包會變到凍硬，嘿，嘅水果一條會變到像沙骨咁樣，脫水，會脫水，嘿，會冰箱會抽掉那個水分啊。嘿，我就打開佢，最後咧結果有一擺，第一步嘅事情，我摸係。柚子鹽，人冇會變到冰箱，變到皺啊！柚子鹽嘅老做，叫剪嘅蘋果、菱果嘅剪子，剪兩隻剪子，我就用一條熟嘅，好，我那還有切水果，我就弄一條熟嘅，嘅菱果嘅籽特定，有一條熟嘅啲冰箱攞杯，嘅冰箱嘅門關起來，幾條熟嘅啲攞杯看得到，我本來看到幾條熟嘅，就提講哦，我要交代。嘅盤一定會留意實體。我昨天還一個好方法，自家都先發地圖哈，不然自家不看記得有買個東西，好像以前的人節省記事哦。係咪？你是松走以前的？我最近嘅係我做有一年哈，我做辦法對冰箱開始嘅鎖嘅，印出到嘅開門後，開門後按我把。佢開門看到鎖，看到嘅鎖嘅就對到嘅鎖嘅。唔定，唔過。家下要講到，你看家下大家自家想吼，嘅基礎唔好，天中係唔好嘅事情。唔過你下真係本土，加上本人廿嘅人生去身體件事，唔好願意冇個想起呢件事情，咪同那件事情嘅阿志。我唔可以身體。任何嘅副業，任何嘅事情，任何嘅副業，因為我感覺人生就會喜怒哀樂，而經歷過輕度嘅事情，這樣做的有輕澎湃嘅感受啊，還有澎湃嘅情緒。就算唔好嘅，沒有結束。係，因為你愛結束唔好嘅，這樣做的了解，那個係美好嘅。哦，又比較啦，又比較。你講的好像那個什麼人生故事，好可怕，我嘅理解咧。係，我咩老師強又唔會身體去啦，因為我錯。冇使用身體啊，迄個身體翻嚟就壓下。唔記得啦。冇啦，迄個身體翻嚟就壓下，就唔會坐到壓邊嚟分享啊，係唔係？嗰種嚟講壓條嘅故事，就算係故事啊。你下尾冇記得幾多嘛？誒咩戲嚟嗬？唔過壓出嚟現成嘅回憶啊，誒。見嗬，嘅八減咧，你想係身體乜嘅回憶？其實有啦，因為嗰陣時開始做主持嘅時節吼，就動到東心地嘛。譬如講做婚禮嘅時節，我記得吼，新人進場之後吼，我喊個雙方主婚人上台，我冇喊記用雙方主婚人上台，那新人是看到哦，真久了，哎呦。爸爸媽媽冇上來冇講話呀，哎呦，很會見笑啊。他就做中正法庭嘅主持嘅時節咯，個長官講一句啊，應婚之後，佢說，哎呦，你家下講乜解？完全唔記得。係啊，要做翻譯啊，其實動作嘅事情啊，咁個係咯，誒。到了下講出來之後，咩本那個節目封存，本來是唔想啊本大家啲嘅事情咧，一下大家全啲咧。係嚇，冇爭，其實冇人猜疑，應該當老早古早以前嘅事情啊。不過前幾日老太太講吼，假使安尼平常時會有安樣鏡頭，韓國動相同嘅時節，應該本線上看。不過家下講嘅都是一般的普通的健忘嘅。觀眾朋友用版型本設計嘅成敗，就都記得兩條嘅事情，比如講安尼做嚟用一條嘅字條嘅啊，用一條嘅日子，也係講自家兩下數嘅輕逢偏輕偏離，兩下寫下來，本大家有個好基礎嘅認識。講用版唔記得，聽錯我記得一件事情，就係下禮拜同一個時間，你要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把大家講。拜拜，拜拜，健滿要完場，拜拜。哎呦，我係副宣教嗎？哦，羨慕。完場，拜拜。宣慕。拜拜。